莓巧克力切片、香橙巧克力切片、cheese 蛋糕、香蕉泡芙、草莓泡芙。我跟你吃得了吗？你女朋友吃不了，你可以帮她吃呀。5个全都包上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还没追到手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可芳，回来了啊！可芳。 电话呢？别激动，不是齐明峰，我家大伟。憋不住了他。你接电话。喂。可芳，你今天还回来吗？可能吧。那要不要我去接你？不用，还不知道几点呢。冬眠这还有点事儿，我陪陪他。那行吧，那我在家等你吧。好吧，拜拜。嗯。 又拿我当挡箭牌，天天缠着我，烦，不想回家。跟杨大伟挺好，大伟是挺好的，可是两个人长期在一起，有一个人总处于上风，不好。你想造反啊？那倒也不是，但是我就想讓他知道，我什麼時候是高興的，什麼時候是不高興的。今天謝謝你啊。 為了表達我對你的感謝，我準備晚上請你喝一頓大酒。好啊，去哪兒喝？去哪兒喝都行啊，你定吧。我想想啊，咱可以去，那是齐明峰吧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幹嘛？我電話呢？電話這呢。哎，幹嘛去啊？你把東西給我放回宿舍啊！喂，冬眠，你趕緊躲起來！